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喜乐呢个节目，我系今日嘅主持人罗是你。Hello， 大家好，我係綜藝劇阿權妹。係冇錯，你台灣啊，全國3季度5月19號度咧下，其實已經改良嘅咧。我相信吼，按樣改3季改讓響度當當應改生法，不論係做體育啦，係講做木下啊好，今日你老你講國際改。你西班牙嘅非常去練習，了解一下國外嘅情形係樣樣，大家做啲交換一下意見。不過一開始吼，我相信有當然可能有當然輕鬆上班，不過有當然係度冇下上班，有成日度冇下去讀書。問一下我身邊嘅阿權妹，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分流居家，對不對？怎麼樣？你這個段時間的居家生活活動有咩？哦，我吃到一開始吃到地步卡做得哈吃油，做得東風片，做東多事情。啊，唔過2個禮拜、3個禮拜，從開始做得做東多事情，充實自己的生活。比如講，我會去做甜點吶，還可以彈烏克麗麗、衝歌誒呀的。啊，唔過其實到3個禮拜以後，我就開始發現到。我的心情已經有一點點開始覺得不是按歡喜，有一點憂鬱的感覺，對不對？因為就知道啊，可能都不會天時東後，唔夠做唔得出去了。真的，對我想聊下東東音、台灣音哈，都無下按用改感受，所以我們常常會說有疫情居家的症候群按用改問題。一滴滴好像有了，對不對？不過我相信讀國外這東西，記得其實可能居家是超過1年，超過1年。你知道一連2年聽。會受不了了，對，所以聊下係全球嘅疫情嘅問題，台灣聊下又係免疫都愛嘅問題，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要一起攜手向前，對不對？哈，所以都聊片呢，一開始到大家都分享，因為我們今天要分享是西班牙的問題，對，我們等一下會連寫西班牙嘅客家話嘅徽章，好期待哦，對，都難得嘅機會呢。冇錯，不過都聊下，我先你個手語嘅向前面的分享，不管未來。我們是不是逐步解封？好，然後清清永音，大家還是一定要落實防疫改措施。比如講，第一，我們出去還是一定要戴口罩，做 M 這些要戴好。然後你講室內5人、室外10人的這個群聚，還是要非常的注意。大家聽從會遵守。但係按樣音係講，你去到一些營業場所啦，或者是像洽公機關，你還是要戴口罩，保留人跟人之間的社交的距離。按動重擾。最尾，我希望一定要提醒自己，當你都要自我檢測，了解一下自己身體嘅狀況係樣嘢。像我就早上按補頭，聽說都會拿個額溫計量一下。監控體溫，阿權妹真的做得很徹底，防疫小尖兵，好棒哦！對，不過也迫不及待要跟西班牙連線，等一下好好來問一下會長。我覺得西班牙很特別，你看哦，他們在這個有疫情的期間，我們還是辦了一個5000名的大型音樂會，而且大家全部就做 M 帶電好好，真的，真嘅同導演。阿權妹講到重點呢，大家每一個人都一定要遵守戴。M， 所以其實當天這個音樂會下來，聽說確診的人是大約3人上感應。即便按多3人，前3人按用嘅一個氣氛到一個這個密閉的場所裡面，因為大家有帶好做 M， 而且甚至看的樣片。有做這個是篩檢，哇，要篩檢完才可以去聽音樂會，所以你看哦，安用的感覺是他們要去經歷一個好像很棒的音樂饗宴，可是大家都還是有一個遵守好的這個防疫的規則，沒錯，而且進去之前要先做篩檢，不止買票還要篩檢這樣子，對，這就是聊下西班牙改清新哈，對，所以說其實就像你剛剛講，大家還是非常的遵守防疫，所以其實西班牙，我們為什麼今天要特別的強調西班牙？因為西班牙的去年開始疫情就非常嚴重，因為大家就知其實西班牙、意大利的去年剛開始爆發疫情，過一參嘅時間，其實這個疫情非常的嚴重。像我數號有一類這一個表格哈，這個圖表也會顯示在2020年，這裡有一個高峰是2020年的4月，這是單日的死亡人數。
就会去年甲4年。对，去年4年嘅時間，1日過身體因為啊新冠肺炎過身體嘅人就有差唔多900人，900人1日咯，這是一天的數字。然後呢，在2020年的11月，去年嘅11年，這個數字差不多是在430人左右，這是1日過身體嘅人數。韓國到今年嘅2021年嘅1年，他們的人數還有到630人，單日過身體嘅人數。不過1年到也下，咩差唔多半年忙多天天。唐貢家的也下已經漸漸的逐步解封。是的，所以你可能也可以分享喺去年嘅4月就開始，不過其實記得經歷了1年lang嘅時間，所以呢，到底這1年多的時間怎麼度過的？你剛剛來打電話，不然你讀西班牙馬德里嘅會中哈，所以我們現在是連線中，對不對？正在連線中，對，馬上要來讓你嘅向慶來連線。會長 ，Hello， 會長你好，大家好。我係來文東，我哋下呢做西班牙嘅馬德里吼。會長你下係造星嘅時間錯嗎？錯，你下造星差唔多9點20分左右。好，可以理解鄉親朋友共下來，復習來讓大家來分享一下西班牙嘅，對，遠距連線，讓大家來講一下到底到西班牙嘅情形很容易。所以會長，因為你連線之前哈，阿 Q 妹有大家來分享，其實西班牙嘅疫情到去年開始是非常嘅嚴重，疫情居家也是非常嘅時間，一直到2下才慢慢，你講逐步都解封哈。所以會長就讓大家分享一下2下嘅西班牙，比如像初半日、前日就係近半日，2下嘅疫情嘅情況很容易。你嘅西班牙嘅衛生部嘅統計哦，差唔多初半日呢還有1730確診。哇！確診。但是呢，就1日初半日1日，西班牙一台4300萬人哦，佢講過身嘅人能有33天，33，1日。同大家看到嘅那個幾百3人比起來，差很多誒。1日33，所以西班牙從去年嘅3月11日開始到2下，到5月9號，今年嘅5月9號呢，各去西班牙嘅交通呢，就在聯絡為解封嘅意思啦，所以講你啊，政府呢都26號，一張嘅26號就提休呢咯，一張禮拜六，出外順行嘅時間啦，就50台左右呢。哦，好。50台左右，但是在室內呢，還有台。OK。好，你有談到一隻重點哦。會長嘅意思係講，西班牙嘅解封慢慢到室外，佢都做得50台左右呢。不過這是有一個重點，乜嘅重點？是因為你們都西班牙感應都這個疫苗施打的比例是很高的，錯嗎？你看西班牙嘅疫苗打呢，目前錯不因。我看到會長打疫苗的照片，好可愛哦！我已經打，差不多4月打就打嘅嗬。按照4月打嗰種係 AZ 嘅嗬。按嗰種係西班牙目前呢有30%，就是第一劑跟第二劑，第一劑到第二劑全打好嘅。50%嘅人呢。已經打到第一劑，佢哋一下呢係30歲到39歲已經出嚟打，就加年齡咱直接係越睇就先打。所以其實會長要分享吼，大家是為第西班牙可以這樣逐步解封，也是因為疫苗的施打率已經比例非常的普及。政府咧係推行個，杜會長家下講嘅，其實咧係32歲到40歲，感染開始。30到39。好，30到36，其實已經係非常後生嘅，而且50%以上感染已經打了第一劑，對。
我们回到其实整个全球疫情对西班牙的经济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观光。因为西班牙在国家是一个很值得去旅游。马德里不是一，我想唱歌了。对，所以因为观光其实让雄非常改多，对不对？所以非常了下西班牙虽然逐步解封，不过是经历了1年多，动辛苦改你的。现在是不是已经推行观光疫苗观光护照？嘿，其实欧洲的所有欧盟的国家呢，已经彼此已经开放，还有打疫苗两级种打疫苗的人呢，就51个居家隔离，很容易，对不对？但是那这种检测呢，还是要还会搞出来检测，还是所以还是谨慎的。对，所以。是不是要分享一下，到底这过去的1年多辛苦？太辛苦了，一定有看资料。去年的时节，在封城的时候，其实西班牙还有包含马德里、亚德的管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甚至都不得出门，没像人家还做得出去买东西呀，可能是有个时节还做得去买呀、买鸡，韩国还做得去上班。不过西班牙的汉字堂讲是非常非常非常严格的，是不是啊，飞总？是当然，该量师呢，该量师卖东西了，对吧？开始的时间啦，这个视窗啊，然后全部东西有卖掉，但开始噶下2-3年啦，3-4年，到尾来就非常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就不是少的啊。该量师呢，因为十分的严重，所以一年就差不多有900人杀，甚至都1300的该种的狗剩哦，所以他个呢非常的就。政府啊，然后就规定了绝对做唔得就出来做，唔得出来行啊，然後就會罰錢。所以講最尾來罰錢呢，最尾西班牙人呢，要罰錢，要最不罰錢的呢，到尾要交嗰種嘅罰款的人呢，冇幾多啦，冇幾多。表面上當然有警察做冇嗰樣，巡邏了的，巡邏了的哦。所以嗰種事呢非常的嚴重，我哋因為在郊外吼，做在出來這行啊，做在啦吼，跳出來行啊，但是跳出來行啊，其實還有當到個規定會等繞牆嘅，你個非常跳下來分享，所以繞牆你個鄉親朋友先聊下，你等下一陣同你講。哦。你今日當翻伊做繞牆道，你西班牙馬德里個，你講向客家會個會長，然後馬德里台學個告訴來萬通，告訴來到節目地圖，我們是這個推翻老歐洲個連線。台灣代表，馬德里代表，會長。你上堂節目有講到阿 Q 妹有問嘛，就是到底是不是很嚴格？其實聽會長說偷出去。就是很嚴格才需要到偷出去。那時候聽說好像出去買東西都有規定時間，係冇啊，會長。他講出去賣東西賣食嘅沒有規定時間規定次數係冇。嗰種是一般來講咧，他自己出去賣東西賣到就講賣好就實就轉來，就唔得出嚟啲。但係超市呢，佢有。逐擺呢做2沙、3沙、4沙、5沙有規定講叫沙入去，總得超過30%能夠坐地袂住啊。所以呢，超市後背呢，超市門口呢，當然做排隊啊，做個排列咧入去，排列咧咪要保持距離，所以嗰種事呢，大家人非常的緊張，賣東西就當緊張嘅，60歲以上的人賣東西呢，佢有特權，佢有特權，佢有賣東西賣好，佢有隨時就做完，因為60歲以上的佢係有那種嘅危險的高危險群，高危險的啊，嗰種人啊，所以呢，佢規定呢，當到規定，大家嗰種事呢，就因為講這個持有冇被限制到吼，大家冇法解送上，所以大家慢慢的。當做啲事，
哎样啦。咱你俩台湾人诶，你台湾俩人。呀哈，台湾目前杭州的见面，按过没强用要遵守我们刚刚讲的室内5人以下、室外10人以内的这个规定。然后串烫啊，全部无可以，因为总得赌串烫地图来食东西，全部外带，全部都外带。串烫全部关起了，串烫差不多错嗰種5月9號咱開始就在買東西，但是外賣就在。所以就非常啱講，其實西班牙嘅串燙根本是係超過營業嘅時間不能營業。所以其實唔講喺各行各業，有限制時間，有限制時間。就當住2點到下住5點啊！我是說室內用餐可以嗎？室內不能。對啊，就室內不能用餐，外帶都只能外帶。所以各行各業吧，韓國日常生活當中全部就受到動態嘅影響，甚至連看自家嘅不看人，可能都看唔到，對不對？看唔到，這個不看人呢，都倆就像你視訊啦，用 Line 啦，用 WhatsApp 啦，吼，你講。差不多6月、7月、8月噶嗰兩時呢，因為學嗰種學開放對位呢，都做得了放，做到不看人，但是呢，5沙到4沙，4沙到5沙，覺得做一個不加行強下。而且要室外，係嗎？到挪背站做啲見面係嗎？到挪背站做得咯。前面的公園啊，這樣子在外面，而且還不能吃東西。他只間入到公園以後，嚟見面啊，有看到呀，係人嘅細孫係嘛，好可愛哦。對，非常呢啲哈，你哋讀電視當中都看到亞順5個相片，非常嘅等一下，然後剛才有很多是公園的照片，在戶外因為戶外當中的見面。唔可以講，佢度佢出去聊，佢出去聊，佢警看喺度喎，警看啊，屌個錯下來，咁做唔得出去啊，公園真係風雨啊！我覺得公園真係風雨啦。那簡單讓非常講一下，因為平常讓非常有聯絡，其實非常就是隨着嚴重性啦，當央從嘅時間係完全做唔得見面。不過後某係央從慢慢解封嘅時間是甚到都不會見面。那服裝界還有留上這種照片係2眼球嘅照片，係最近的照片，因為最近嘅相片他們是逐步解封，才可以這麼親密的接觸。可是再帶一個不卡嘅空間，對，可是還是要帶嘴，你哋是係改清氣。不過講實在不，因為新冠疫情這個新冠病毒其實非常改。狡猾啦，因為講動電影講，它一直不斷的變種。每個人的性體感反應沒某強容，有些人是輕症，有些人無症，有些人頸頭好嚴重，對不對？唐公，非洲你的岳母92歲咧，有一擺剛起到感冒，就總得以看機，所以他經過檢查，其實他是確診者，對不對？係啊，該是要去年2月底啦，去年啦，非常感覺非常的冇仲看到樣，都上禮拜哦，總得都要當幹部咁樣啦，多部分呢，佢都冇做好啊，實驗做好啊，吃個感冒藥就吃來做好誒，看到深夜的時間，佢去手術，我開刀是小手術啊，但是開刀呢，我檢查講佢有嗰種嘅新冠病毒哦。一檢查講，醫生講，你已經得到新冠病毒，你哋有免疫力啊。不過那係當不過當很潤啊，因為其實岳母92歲嘞，所以也算是免疫力很好，對不對？按用嘅免疫力，唔過講到按用嘅西班牙，我就有聽過啊，人家都有一類，這個是基本的，睇下上見面嘅時間就會有一類禮貌，就是要這樣子 ，Hello 你好，然後就用男的，然後可能一片面緊密下，幾片面緊密下，真係係按呢係非常。2年哦，就冇咯。那怎麼辦？怎麼可以少了這麼浪漫的一個打招呼的方式？1年就冇，慢慢的，漸的啦，將來除非去馬德里嘅屍體哦，都有開始徹查嘅。他懂你出現呢。講以前咁樣，我徹查嘅，我
用切菜，那表示讲你煞肥呢又在转呢，又开始出来运转，开始出来，那所以肥总。那你看哦，你们这个见面哦，像我跟依晴，对不对？你看，你两三见面，如果我们现在在戏班那边，一定要亲一下，可是现在都不行了，两下都总得用改善。我们刚才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社交，但我们碰到手了，给我酒精消毒，不要怎么办？你都见面用改善，用手镯，用手镯，手镯要怎么用？手镯这样吗？手镯跟手镯啊，对。哦，谁来让谁没全走的都一样，所以男女都一样。所以你现在如果在外面，你都没得都在用天好可爱，好可爱哦。那你现在可以讲督导你的女婿，因为肥总感女婿是戏班阿姨嘛，你遇到女婿你会这样吗？嗨 ，Hello， 因为很熟了就不用打招呼就好了。熟了不用是不是？熟了不用打招呼，没有接触就是打招呼就好，就讲一下。嗨，好有趣哦。那如果是外面的，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啊，对不对？Hello，也是，可是当也可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变通，对。我们要水田西腿给客观条件该改变，我们要去调整这个浪漫的打招呼，还是可以做到打招呼这个功能。对。不过说到公道两片啊，其实想问一下肥总，因为讲实在话，台湾一两改年安永改3级警戒，就是所谓的台尬都要居家，尽量的就是维持理解社交距离，然后很多人是远端走谁，很多工作都影响，蹭烫子让熊动态，买东西让熊动态，当然我们的物流有没有外送业变得很发达？这个懂某西班牙又因为疫情的影响，你觉得这个疫后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最大的改变，或是行业的改变？安阳英有这个然后不管的居家隔离，大家都错不开，结束的时间都到了。本身呢会上班呢，这个就是对台州组织哦，不就上工班呀，转到做时间做好当什么，对不开事情呢，不开杀皮的都冇注意，都在洗身安做好的，洗啊水冇安做好的，但是呢，就居家隔离以后呢，时间错不开，时间长到的。第一个夫妇两人做大道装潢还看怕，咱大道的市区来讲，该大屋当贵啊，该2、3天做该30平的所在，你4点钟就做开，该是东南运来哦，所以呢，加个两个夫妻的离婚率啊特别的高，因为大家全部就相处都穷哈。韩国吼，到底买那煮饭，买那种的，所以韩国的个方言呢，那种的装修业或者是修缮啊，不开内边那种的，就用手工的啦，这些哈，非常的发达。还有建筑业啦，这些方面呢也很发达，因为大家现在他干的莫带死，莫卖风的，莫卖到死去。卖到装潢，你看这就是价值观的改变，对不对？装潢业、水电、建筑变得很好，大家很注重那种大改宽景，对。去买屋，俩又都有影响啊，影响啊。OK， 还是有影响到部分的行业啦，但是有一些新的产业开始出来。对，最美。还有卖电脑业也要远端视讯。田螺动虫容易大家都会在家用电脑，安总要有一些娱乐小点子，要吗？是娱乐小点子，疫情分享就好，疫情发现这个梗图是不是这个飞总呀的常常在看的梗图？是啊，这个会长科笑，这个是在家里都吃越来越胖。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带电做 M， 韩国素拿电 V 绳子，还有这个防疫用品，听说有这种梗图可以分享，增加生活的乐趣。黑猫哈，真的就是期待找乐趣。不过今天其实东方伊走在老理解西班牙嘛，得理解非洲的连线。非洲刚讲非洲走在提供安道赌西班牙目前因为疫情的一些讯息，然后跟一些居家的这个意见的分享，所以动刚讲非洲，我们下次再恐下都连线。谢谢，什么非洲？再见，到东方伊到大家恐下。
哇，太棒了！好珍贵哦，真的了解你西班牙的问题哈。其实营业浪类他们也是非常的辛苦，经历了安永改疫情的居家哈，我们还是要一起努力，一起前进。我们超。所以天天下来下一段，你有来连线，不然你读台北台岸依然嘅老家你身上的分享非常重要嘅第一些都你聊下，等下再嚟講。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今日節目當中吼，除咗又邀請到呀西班牙嘅呀飛總來飛總同大家來分享西班牙嘅情形以外，咪可以邀請到醫生來同大家來紹介清專業嘅防疫嘅知識咯。有可能讓他自己印尼姐妹窮喲，自己帶好嘅全副武裝，全部都有點數啦，咪全部就有哦。冇錯，到時候天天就會來請教呀專業嘅醫生來分享台灣醫院嘅家醫科嘅羅嘉玲醫生分享。嗨，羅醫師。Hello， 大家好，我係羅嘉玲。嘿，羅醫師，你看眼哦，你看眼一下，它有種標準嗎？看眼嘅這個防護面鏡、口罩，還可以按樣戴好、掛好，還講眼嘅塑料的。這個吼是我們之前買的這個橡膠手套，非常嘅好用哎！呀，他出門啊去買東西嘅時間，我們要接觸什麼推車啊，眼就戴那個塑料的，眼就唔使驚哎。請問羅醫師，按用上來抽呀唔抽啊？做得冇啊？按用給防護黑做得冇？怎麼辦？我其實沒戴面罩，我覺得有點悶。那我沒關係，我等下把我的浴帽給你，好不好？現在蠻多人甚至來就是醫院看診的時候啊，的確防護設備都做得很多。那甚至像目前呢2位呢這樣子的裝備，其實都是小咖。那很多都還會再套上這個髮帽啊，然後雨衣啊之類的這樣子。那當然民眾想要多防護，我覺得是沒有關係。可是你必須要了解，就是說很多人甚至戴手套、脫手套的方式使用的方式是錯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方法是這樣子，因為那個樹啊，之後我們得碰到這邊，因為這邊髒髒的嘛。啊，如果碰到這邊，那就髒掉，所以我不會這樣脫，我就會這樣子數字，然後給拎起來，然後一個一個這樣脫，很優雅。對，像很優雅這樣的感覺，對，這樣是正確的嗎？然後最後你會怎麼脫下來？就把它拉出來。現在是因為手流汗，對不對？然後你會發現很難拉，對不對？超難的。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因為大家現在很常會擔心，就是手的部分會造成污染，那這是正確的。事實上，比起呼吸的傳播，從以前的流感來說，我們就發現其實是手的污染是最大的。可是大部分的民眾會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他戴着手套以後啊，到處摸。對，然後想說戴了手套就不用消毒了，對，然後就開始，而且戴了手套之後更敢摸，因為覺得很安全，有沒有？對，蠻耐牙，真的，對。可是這樣其實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哦。那所以如果各位戴手套哈，還是一樣，就是說不可以隨便的去摸口鼻，或摸眼睛。然後如果有必要的話，一樣可能連手戴着手套還是要消毒哦。隔着就是手套幫手套消毒的意思嗎？對，那再來像剛剛呢，主持人有示範這個錯誤的脫手套方式呢，原來是錯的，大家不要學哦。那它的問題在於說哈，你剛剛這樣子一個一個這樣子脫起來以後，你這隻手還是髒的耶。然後這隻手要髒的時候，你要用另外一隻乾淨的手來拖它的時候，是不是這個就髒掉了？對，你的手就髒掉。所以通常的確，我們戴了手套以後哦，你的手會黏黏的，不好拖。所以的確，第一個步驟沒有錯，我們會稍微的
把它稍微拉离开我的手指头，好吗？有没有这样子比较好脱了，对不对？好，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哈，我们手不能碰到这里嘛，因为这里是干净的区域。那怎么办呢？来，请看哦，罗医师其实是捏住，有没有看到？捏住以后呢，我把它稍微用手指头翻过来，有看到吗？有。这时候这只手是干净的，这个面是干净的。对。然后这只手是干净的时候呢，来，我们这个时候手里面这里是干净的。对。我用这只手再把它刚刚这边包起来，这样子整个手就是干净的了。你这时候拉出来的就会是干净的了。是，而且肺松钙冲扰，因为了解到乡亲朋友来讲，不管你有没有穿防护罩，对，防护衣就系讲，你讲塑拉的啊，都是地毒，都要知道外面都有可能是有被污染的，所以其实你不要以为穿了防护衣，然后我要脱了，脱有没有？你整个还是沾到了，性上走那样拱嘛，所以其实你是要你最多是碰的是里面，因为里面才是干净的。所以我现在戴这护目镜嘛，好像自以为很安全，然后拿的时候就这样，对，就要摸，然后摸，对不对？你看我这样子一摸，拿下来，其实我的手有可能就脏的。然后你又不用到青菜，你不用到马盖手，然后以为很安心，然后再摸眼睛。就不行了所以这就是今天借由金本义复习来那个节目到大家都分享，其实不论你的防护是不是很安全，其实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难怪这种医生全部就会发按到时间，第一个做防护衣啊、隔离衣啊，光是穿脱就会发动到时间呢。对，所以还是要再一次的让你改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说辛苦了，辛苦了。如果你恭喜才对，我们的防护方式有非常多，保持社交距离，我们每天都跟大家宣导呼吁。可事实上，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必松钙重扰。对，你要先保护好自己，让自己的身体有很好的免疫力，对不对？所以线上安迪很妹让安迪改乡亲朋友，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像妈妈一样，让大家呢提醒一下增强免疫力的方法。第一个写的是多喝水，然后我们就会说，怎么这么简单？可是在家里真的喝很少水耶，你真也会讲，居家的时间水分喝好少哦。对，所以信上帮我们分享一下，都带这个增强免疫力跟辐射，有这些钙大点，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来特别耳提面命一下？对，刚刚讲到多喝水，大家觉得很简单，对不对？令水很简单的事情，爱感又脏。事实上，大家要知道，我们的白血球、红血球在血管跟淋巴管里面流动，它的介质就是水。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水分不够，那么这些流动的渠道，它的是没有办法很畅通的。再来，多喝水也对于说，万一你天气热，身体干燥，黏膜开始干燥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湿润的作用，那也可以保护我们的黏膜细胞。是。对，像是到包括这边还有提到健康饮食嘛，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从这个国中念书的时候，老师就说要均衡饮食，对不对？要让自己身体有足够的营养，而且性上还没水摸动虫扰，对不对？睡觉休息。睡觉其实跟我们白血球的这个活力最有关系。那很可惜的是，白血球的活力一般的实验室没有办法检测，不然要是民众知道说你少睡1个小时，你的白血球战斗力大减你可能就不敢熬夜了对，不然大家现在在家闲没事，可能一直追剧，对不对？对，就不睡觉，摸一摸呀，健康，很多都长黑眼圈了。对。那另外也会提醒大家要多注意，少吃糖跟补充维他命 C 的部分。怎么可以不吃糖？因为一段时间居家工作，你知道家里我们都会就是少量采买，但是少次采买大量采购，故说就会天天买一点巧克力啊、饼干啊。你单枪样用瘾欣赏，你知道我旁边这个阿 Q 妹呀，就是标准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小厨娘，所以我还会做蛋糕很会做蛋糕甜点。对，要黑美雅她
他带点嘴 M， 其实我双下巴已经长出来了。而且所以醒山汉讲哦，中午不得吃太多甜点，不行吗？对不对？医生不行。对，哦。甜食的部分的问题在于说，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白血球是我们对抗这个病菌很重要的防线哦。那很多人担心外面的很多病菌哦，感觉到处都有病菌，可是这个病菌要成功侵占身体，是白血球太弱才会这样。那白血球要强壮需要维他命 C， 可是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糖分哦，它会跟维他命 C 竞争，所以会导致维他命 C 就没有办法进入身体。所以你以为哇，我吃水果好多个，然后再吃一个饮料，很有活力，很有能量，结果是维他命 C 进不来。所以连水果都要吃少一点，因为它也是糖类。对，所以每日水果特别甜哦。对，每日5蔬果。对，以前讲每日5蔬果，注意哈，是蔬菜加水果，果子5蔬果，果子加果子，总得好，这很重要。好，节目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知识，给我的提想理解用进朋友，就所谓因为大家最近常常会讨论所谓的低血氧族群，意思我们简单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要特别注意，对不对？对，其实低血氧的话，就是这一次的疫情有发现说快乐缺氧的事情。那因为这个快乐缺氧，就是民众可能不觉得说，病人本身有很不舒服的样子，可是居然血氧测起来是偏低的，导致现在血氧机缺货哈。那在还没有办法有血氧机的情况下，哪些族群要注意呢？比如说本身有三高，尤其是糖尿病的族群，是这一次新冠肺炎比较风险比较高的，然后再来本身就有肺部问题的人，当然是要特别注意。那民众可以怎么样去检测，在没有血氧机的情况下？那呼吁民众要多注意，就是说，如果你的家人是患者、是病人的话，那你可以默默的去观察他呼吸的次数。好，那因为这个快乐缺氧跟以往的缺氧不太一样，就是病人本身可能是没有感觉的，是。可是一旦缺氧，其实呼吸次数会增加。对。那我们一般呼吸次数每分钟其实是低于20下。是。如果你发现病人好像没有说不舒服，可是他默默的呼吸变得比较喘了，那你可能都要小心。所以这肺松钙虫扰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危险族群哈，尤其这段时间大家有在特别的注意，吸跟几吸狗在动家。于是我们跟你连线，总觉得非常的不满足哈，时间过得太快。不过时间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没错哦。所以肺松感起来理解喽，信上我们下次再跟信上给我们的连线哦。谢谢医师，好，拜拜 ，OK， 拜拜。哇，所以天下来我们要进去我们的什么东西？法律小单元耶。歡喜來嘅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